富强教会的兄弟姐妹早安。首先要谢谢林青和牧师的邀请，让我能够与圣歌队一起歌唱赞美、颂赞我们的神，也有机会在主日献诗，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慈爱的主，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再次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亲自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上帝你的话语，借着你所安排孩子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牧师的阿们最大声。刚刚说到见证啊，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向别人说过你自己的见证呢？牧师说有。好。但是其实我以前好喜欢听别人说见证，也很爱看圣经故事，只不过看完以后都觉得那些见证都真的写在圣经里，也真的发生在别人身上。可是我好像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也很好奇，听到神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感觉？经历神的拯救，跟神对话又是什么样子呢？在见证开始前，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江怡君，是蔡奇亚米亚得一米亚，在教会大家都称我英妮老师。从小到大，我就立志成为一位歌声优美、琴艺高超的音乐家，所以我很努力，也很幸运的一路走来，有家人的支持学音乐，也一步一步前往所谓成功的路上前进。那蒙神恩典，在美国获得全额奖学金，于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取得音乐艺术博士学位。现任台南大学台南神学院音乐系兼任助理教授，也在新竹马街医院担任员工圣歌队指挥，客家圣乐团，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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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致力于音乐专业能力，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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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自己看。我在医学界也常常举办音乐会，企业界跟医学界都有举办音乐会和音乐治疗的讲座。那以上是我去演讲时用的自我介绍版。好，今天我不是来演讲，我是来讲见证的。但顶着博士头衔的我被打回原形，也有另外的双重身份。我在家呢，也是煮饭的欧巴桑。我要洗衣服，也是清洁工，早上疯床叫小孩起床，送孩子上学，盯着生活作息的保姆，一样跟着邻居追垃圾车。同时，我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也是2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你刚刚不是正迈向成功之路吗？怎么现在突然变成孤儿寡母了呢？这中间的变化好像在演8点档连续剧一样。真的很狗血哦，但是我不是编剧，一切要从认识神开始。现在我身边虽然有很多基督徒朋友，但年轻的时候一直没有遇到人跟我传福音，直到上大学时才遇见传福音的人，后来成为我的先生。1998年在 Boston 受洗归入主名下，在美国从 Boston 到 Minnesota 留学共10年。日子说长不长，但是离乡背井的又住在世界上最冷的明州，一年有6个月冰天雪地，最冷到零下50度，所以这种16度对我来说很温暖哈。极度的气候使我非常想念台湾温暖的家乡，乡愁很严重。那还好有教会团契传播着神的爱，让我们留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过节，也能够隔着太平洋吃到台湾味的这个台湾菜。2007年我完成学位回到台湾，正巧遇到了经济风暴。然而神从来没忘记我们，生活没有缺乏过，经常感恩我们活在一个太平盛世、没有重大天灾的台湾，更不是活在中东或者是乌克兰战火中，要逃避子弹的攻击，或者这个欧洲难民的逃亡。经常为此而感谢赞美神。直到2011年，我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孩子的爸突然说无法跟我们继续生活下去，离家出走，很尴尬的把我留在父家。次年，我娘家的父亲也诊断出罹患肺腺癌，
在很短暂的半年内，我不得已的搬了3次家，每一次都是一场很辛苦的断舍离。最后，我决定带着孩子从高雄回到新竹的娘家，照顾经常需要人陪伴到林口做化疗的父亲。陪伴爸爸化疗跟安宁过程非常艰辛难熬，但是最辛苦的莫过于内心里面的情感的伤痛。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一个跟你生活了20年的人，突然消失了，一点都没有 clue， 没有这个概念，无法沟通，不能对谈，你也找不到人，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未爆弹，随时会炸开，你不知道跟谁说，也不敢说，只能向神倾诉，甚至也不确定上帝有没有在听。每天不断的流眼泪，但是我还是要工作、教学、演唱、带孩子，陪着生病的家人，我只好勉强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白天戴着面具，强颜欢笑的教学演唱，一回到家就悲从中来，伤心又不能让家人看见，更不能让孩子看见。他就说：“妈妈，你怎么掉眼泪了？”我就赶快把眼泪擦掉。现在回想，其实不知道那时候日子怎么过的。陪伴父亲从他自己可以行走去看医生，到跛脚拄拐杖，然后辅助器，到需要人家推轮椅看诊，最后住进安宁病房。爸爸在我回新竹后2年回天家。这些事一发生的时候，奇妙的神让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在火车头教会带圣歌队的时候，有一位淑芳姐妹见证她怎么样信主、认识主、倚靠神，从破裂的婚姻中走出来。圣灵让她的前夫怎么样遇见神，全家都变成了基督徒。于是我鼓起勇气打电话向她求救。从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我的属灵好朋友、属灵导师，每天被我缠着一直问。我们最常讲电话，赖电话可以打到1个多钟头。事情怎么会变这样？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该怎么办？我很惭愧地说，那时候我的脸皮真的太薄了，我没有办法独自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经常求主把我的生命带走。还好，上帝给我一个凡事要计划完整才会去行动的个性。如果这个方式不会成功，又把自己搞得半生不死的，那再想想下一个去世的方法好了。虽然每天都不想面对明天的太阳，希望一觉起来只不过是噩梦，可是这一切却真真实实的发生了。每天好像行尸走肉，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这些不好的念头被我的淑芳姐知道了，她很心疼地告诉我：上帝这么爱我，我怎么会为了一个不珍惜我的人而轻生呢？这不是太不值得了吗？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若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
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有一天，我听到这首诗歌，我突然觉得好惭愧。我自己教的是古典音乐相关的音乐治疗，这时候我教的古典音乐一点都派不上用场，竟然是敬拜赞美的音乐，一点一点的把我从低落的情绪里带起来。歌词中都是经节的话，每一句都抚慰我的心，尤其是最后一句：漫漫长夜陪你度过，他爱我，伴我一生之久。我很感谢淑芳姐的提醒，上帝借着我对音乐的敏感度和研读经节的熟悉度，用她的话语和她赐下的诗歌来拯救我。淑芳姐要我每天都用敬拜赞美的诗歌，不能让身边没有一点声音，免得撒旦借着我的情感软弱的时候来试探我，使我情绪更低潮，让自己陷入属灵征战的危险中。说到属灵征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名词呢？这是我们有一年美国明州的台福教会在 Wisconsin 灵修会的主题。那时我们留学生其实就是把退休会当作1年1次的度假，跟着教会去玩耍，顺便上课。但事实上，上帝真的无时无刻借着教会活动在装备我们，所以跟旁边说，下次的教会活动要参加。跟你后面说，每次都要参加。没想到这几年之后，这些无形的装备竟然带着我亲自经历了属灵征战的风暴。现在想一想，我唯一做最对的事情，就是紧紧抓住神，跟他说：“我是你造的，你要为我负责。在你没有给我答案之前，我绝对不会放手。”我现在分享的事情不是1、2天，也不是1、2个月，而是持续不断，每天读经祷告，祈求、感谢、歌唱、赞美。我开始感受到神的拣选和他要我做的事情，生命的破口，祷告被祷告封堵起来，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这样的属灵征战一打就是几十年、10几年。我每天的灵修祷告量是过去的好几10倍，连走路、运动、等车，一有空下来就灵修祷告、亲近神。无形中，神慢慢的翻转我的能量，也很快从经节默想和祷告中得到回应和教导。那种感觉很像敬拜赞美团，就是转了一个音就变了一个调，然后换了一个意境一样。上帝竟然这么奇妙的用诗歌经节来带我经历他的同在，常常让我在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用交托祷告对话，在数秒钟内可以进入一种说不出的快乐，有时候还会流着眼泪，内心无比的喜乐，这种快乐无法言喻。我感到喜乐的时候，回想到圣经中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时，曾经被抓去鞭打下监狱，但是他仍说要喜乐。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章4到7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我虽然不知道保罗的喜乐从哪儿来，但我知道那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属灵朋友，包括远在美国的朋友，知道了我的事情，也默默的为我承受的苦难代祷，因此我才能经常感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闪避那个支离破碎的痛，也支撑那样沉重的打击。
走过流泪谷，进入宁静平安，而且决定继续带着孩子勇敢地往前走。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我们一起来唱好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把荣耀归给主。现在一定很多人为我祷告，因为我第一次把这首歌唱完，没掉眼泪。没想到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多天使默默地为我代祷。上帝给我的经节经常很神奇，在走路开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跳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好奇妙。最重要影响我的这3个经节是：第一个，我不但要你风闻有我，也要你亲眼见我；第二个，要休息知道我是神；第三个，去撒种。这些经节每次都以似曾相识的方式跳出来，就是大概那个样子，但是不完全是一样的字，却让我思考很久：上帝为什么让我领受这些话，而且总是这几句？每次我经历神的同在，和淑芳姐分享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上帝不会让我白白受苦，因为他在装备我。
拣选我成为福音见证的精兵，也因为我愿意扛起十字架往前走，未来就有机会帮助更多跟我一样心灵受苦的人，带领他们走出死荫的幽谷，多多的去撒种。这不就是马可福音说的？让我们一起来读。有些人好像撒好土种子，他们听了信息领受了，并结出果实，有的收成30倍，有的60倍。对，就是这句话让我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去撒种。回国后，我一直在南神音乐系南神还有台南大学教导声乐和台语诗歌，从来不曾用自己的母语、客语祷告、唱诗赞美。在我不得已回到家乡的时候，我有机会参与了客家圣乐团的服事，跟着陈建中牧师和曾正中牧师学习教导客语、传福音。若不是生命中遇到这些烂事，回到新竹，我可能也没有机会用客语服事本族客家人，也成就了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说的：“神的本意原是好的。”在这之间，有营造公司邀请我去担任公司音乐指导，让员工学习歌唱和弹钢琴。除了音乐，他们也有自己的 gym， 有教练，可以安排运动、打球、骑飞轮、跳舞，和有身心灵的造就。创办人董事长夫妇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公司要盖好房子，就是要文化艺术生活在其中，否则房子就是空孤立。我们人也是一样。身心灵都要兼顾，有信仰也要运动，才会有健康的体魄，灵魂体都要一样健壮。上帝借着我在教会的服事和工作，明白了去撒种的意义。我遇到的几位基督徒董事长们，先蒙受神的祝福恩典，在创立企业的同时，也谦卑地服侍着身边一同打拼的伙伴，希望大家喜乐地走在属神的道路上，福杯满溢。相片中右边是我2023年跟着客家圣乐团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全国客家宣教大会。那左上方是在 YMCA 的跟 YMCA 合唱团在台南文化中心演出《弥赛亚》，我是穿蓝色礼服第一排solo 的。右下角是营造公司他们举办的歌唱观摩和员工参会，每一位都跟我上过课。上帝借着圣工和教学，让我代职服侍他。接下来是要休息，知道我是神。我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号称开5金行，生了4000金，加上孔金的妈妈，共5金。那爸爸忙着工作，所有家事都由我们4姐妹来帮忙，换灯泡、用电钻打螺丝、钻洞，还有新年拆洗、大扫除都是自己来。当我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自己想办法，努力去解释沟通，哭到眼睛红肿，声音沙哑，影响我的视力演出，还经历梅尼尔氏症，一转身就天旋地转，压力之下头发也像化疗一样一把一把的掉。那时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完全无法靠自己，只能安静祷告，求主止住我的眼泪，医治我。其实上帝早就告诉我了，要给我金节，叫我休息，知道他是神，因为他掌管一切，只要我静默不出声，他必为我征战。阿们。是我自己耳背听不下去神的提醒，所以在座的年轻人要记得圣经的提醒，不然就白走很多冤枉路。好，现在在座的可能有没有最年长的，有没有70、80岁？我们都是年轻人哦，这是彭蒙慧老师说的。他在一个影片里面录音说：“大家好，我是彭蒙慧，我现在89岁，我在为台湾工作。你们年轻人呐，要加油加油再加油！”所以我就发现我是年轻人，我好年轻哦，跟他比起来。所以我常常用这句话鼓励那些告诉我他们已经老了、没力气的70、80岁的长辈们说：“你是年轻人哦，少年郎要加油。”还有一次，高雄台福教会戴家庆牧师邀请美国爱恩台福教会的胡中伦牧师回来布道。胡牧师曾经是我明州台福教会的关怀牧师，他和蔡茂堂牧师曾经当年带领我们的属灵征战的主题灵修牧师。他耳闻有关我的事，布道会后我一见到他就抱着他大哭，好像小女孩看到爸爸道尽了所有的委屈。可是你知道布道会完一堆人在排队，有没有？
牧师就很紧张，等一下后面的人都排不到了，因为我一直哭。那次见面，他给我的鼓励的话语是给我一次很大的翻转。他知道那时候的我失去了信心和盼望，但他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人格特质？”我一边流泪，一边想，一边回答：大概像太阳一样温暖的 sunshine， 仁慈、有爱心、有信心又勇敢，充满盼望。这个 wish 好像太多了哈。牧师说很好，你就这么跟神求，但我也这样为你代祷。但是你要先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孩子就很自然的继承了你留给他的人格遗产。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我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退。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你应许不要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当你找到掌声归给主。是的，不是我抓住他，应该是说不只是我抓住他，还有上帝也找到我。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人生就慢慢为欧贝灯彩显黑白变彩色的啊。接着灵修祷告，还有运动，加上重力训练，我连复健10几年的肩颈酸痛都慢慢恢复了健康。我现在不需要再去复健室了。人生呢，有选择，你不运动就去复健，或者是你选择好好的运动，不用去看医生。过去我看视自己是失败者，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宝贵的，内心拒绝自己，自我形象低落，成为属灵的孤儿。虽然我曾经是火热的第一代信徒，信主快20年，却没有在信主的爱里扎根，也没有找到自我认同的方式，过度注视在自己的软弱和缺点，而缺乏安全感，常常对处理事情感到无能为力。但神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从遇见神营会和医治释放特会，慢慢的把我里面的问题一一显现，让我看见，教导我如何拒绝撒旦的谎言，面对恐惧和欺骗，选择依靠真理，用信心来挑战。曾经因为婚姻的失败发生巨变，产生了苦毒，心生抱怨。
但上帝教导我，没有造就人的话，一句都不要说，一句都不要出口，要我拒绝苦毒，选择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我刚回到新竹的时候，跑南部教学，内心的苦闷加上赶车的劳累，经常身心俱疲，睡眠不足。属灵朋友鼓励我要把每次南下当度假，顺便来唱歌教学赚钱。这是喜乐岛教会李牧师有一次遇到我，帮我拍了个度假风的照片，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见证。还有些跟我上课的学生有着特别的身份，他们有的是董事长、退休工程师、园区的主管，一辈子本来没有机会开口唱歌，有的自认五音不全，来找我拜师学唱。经过练习后，每一位都能列出几十首的歌曲清单。这样特别的师生和友谊，也让我有机会跟着开眼界。我跟着开学、开帆船，吃米其林大餐，在度假上课中享受美食跟美酒。当我的内心进入神的同在休息，与神同行的好处，真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淑芳姐告诉我，只要我把上帝的事当作我的事，那么我的事就是上帝的事。每个坚韧的工作都是神交付给我的专任职位，我就这么忠心的去执行。Do your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每天都更新自己，尽心尽意爱神，并全力以赴。我非常感谢我娘家的姐妹，还有我的姐夫妹夫，他们常常给我全力的支持帮忙。在我教学演出的没有空的时候，他们都带我的孩子去吃香喝辣，住豪宅。那么我的爸爸看起来是回去跟上帝喝咖啡了，但是他却用他最后面最珍贵的2年陪伴我。那么我也因着上帝给我的语言的恩赐，有机会受邀于东京、北海道参加台日音乐交流。借着这些演出机会，上帝招待我好几次去日本旅行，欣赏美丽的紫藤花和樱花。神奇妙的带领让我知道马偕医院员工圣歌队每周的员工礼拜敬拜赞美献诗。相片中是马偕的下面这一张马偕的前院长、主治医师和院牧部的牧师同工。医护团队不但拯救性命危急的人，也拯救人的灵魂，服侍身心灵软弱的人。前几年我们一同经历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彼此守望代祷，和员工圣歌队的革命情感，可以用一同出生入死来形容吧。带领我的淑芳姐自己先打赢了她的属灵圣战，然后带她的先生回到主的面前悔改，一同被圣灵呼召成为传道人。2017年7月，右上方的相片，陈永斌牧师正式于高雄灵雅信义会封牧，我特地南下献诗祝福，见证荣耀神一切作为。他们也继续带着许多心灵受苦的人，拿着属灵的宝剑和盾牌，继续打那属灵的胜仗。2023年，我们全家去参加他们的女儿伊印的婚礼。去年他们升格当阿公阿嬷，我亲眼见证一个原本破碎的家庭如何被神翻转使用，成为多人的帮助与祝福。那以前我看孩子们就觉得失去父亲的孩子真是可怜又无奈。后来被主转化后，我看见上帝是特别拣选我的孩子的恩典，他们将来可能会接受上帝安排的魔鬼训练和特别的装备，未来同理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也要谢谢我的孩子们一直跟在我的身边，让我为母者在软弱中见刚强。因为有他们，我没有失去活下去的盼望。我的2个女儿现在都长得比我高了，我已经很高了。我165公分，大女儿176，小女儿167。不是我养的，上帝养的。接下来是陪伴我10几年改革中新竹教会的主任牧师爸爸妈妈，他们不但是我的属灵属灵遮盖，也经常为我代祷关怀。还有我的 RPG 伙伴，是我最强大的应援伙伴，每次到外地的演出、教学、服事，都有他在背后代祷的双手为我的平安守望着。途中是今年暑假特地相约度假，参观奇美博物馆的特展，而且我们很 holy 的在 hotel 里面 RPG。精灵属灵征战的我，深深感受到，基督徒不只是把未信者、慕道友带进教会来听牧师讲道、唱歌、奉献完唱阿门，就散会，吃完爱宴，拜拜，下周见。
我们来到教会是借着神呼召，用呼召的牧者，用属灵的灵粮来牧养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为自己，也能为别人带祷，彼此鼓励，互相打气，成为应援队，一起打赢属灵的胜仗。这是我从那个12强棒球比赛 Team Taiwan 中看到的能量。好，请你跟旁边人说，你是我的应援啦啦队。好，跟另外一边人说，我也是你的应援啦啦队。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属灵征战真的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疫情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看不到病毒，也看不到撒旦，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被他叼走，因为我们都在跟死神拔河。今天见证分享所有的一切事情，都是关乎我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我感受到好消息电台里面的 Joyce Meyer 牧师在分享的一个意念。有时候我虽然很努力，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仍然感受到上帝会在我旁边拍拍我肩膀说 ：“Annie, you did a good job。”我只看自己的努力和所拥有的一切。不再要求自己成为不能犯错的人，也放过那些身边得罪我的人。今天我可以选择那些得罪我的人，任何一个都不会让我心情不好。我也可以选择每天跟上帝同行，为孩子的父亲和他的家族代祷。因为13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过着浪子的生活，在外漂泊，家人完全无法理解他的选择。孩子的父亲虽然是基督徒，但也跟旧约圣经中列王记里面的南北国一样，会遇到征战。但我相信，只要他愿意，一样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大能，选择回到主面前悔改过得胜的生活。阿们。在约伯记42章第5节这么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的朋友都说，被主转变后的我真的很不一样。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国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国都变成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阿们。我们真的靠着耶稣可以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觉得基督徒没有什么好觉得高举的，或者是觉得很骄傲的，真的就是只有耶稣，我们才会不一样。上帝不但是6000年前造亚当夏娃的神，2000年前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复活的主，更是在21世纪今天拯救我，脱离撒旦谎言，赐下天使带我走出死荫幽谷，翻转重生的神。真神的拯救让我跟许多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一样，从没有希望的痛苦中死里复活，有了重生的生命。当一切回归到感恩，我竟发现原来在我身边有这么多也是跟我一样辛苦的女人，饱受婚姻的伤痛，独自带着孩子辛苦的过日子，更有一些我们教会客服班的孩子家庭失去双亲的功能，辛苦的成长。我经常为他们流泪代祷，求主恩待这些孤儿寡母，在神的看顾之下顺利长大，装备成为神的孩子，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都得益处。阿们。
当我下决心以爱的态度去面对一切，在爱里成全了上帝的心意，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消除了怨恨苦毒，在爱里没有计较和忧虑，一股喜乐的泉源就涌入心头。过去那些哀哭都变成珍珠，可以开心的跳舞。在我哭的时候呢，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不要哭，不要哭，眼泪都变珍珠。”我好感动哦。下面那一句会让你吐血，越哭越像猪。神的爱让我全然相信，真神的祝福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也把这些本来不属于我，但上帝却大大加添给我的福分，与更多需要的人一起分享。我更相信，上帝有一天会安排一个跟我同心相爱的人，重新走在追求主的路上。但如果刚好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搭配我这么高拐，我想上帝也可以希望我一个人过得很快乐很好。我也愿意像 Mother Teresa 或者彭蒙惠老师的脚步来跟随神服侍主，为内心痛苦的人代祷，因为我们顺服就蒙福。阿们。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也像我一样曾经心灵破碎，不知道怎么祷告，可以请牧长带领你，求圣灵亲自赐下恩典降临，医治你心中的伤痕。如果你没有痛苦的经历那我要更为你感谢主，因为我们是福杯满溢，还可以去帮助身心灵缺乏的人。主的爱如镜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受的伤痕，求你来医治。主的爱如镜围绕，充满我的心深处，我心中悲伤叹息已经离去，破碎的伤痕主用全能的爱来医治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触摸，全能的救主耶稣，你大能的爱围绕我，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我心灵所有伤痕完全被医治。只有属耶稣基督的孩子有这样的恩典，可以被医治。我的专业是古典美声唱法的演唱跟教学，但是今天在神的国度里，我要大大的感谢神拣选，让我能够用声音来赞美他。虽然今天唱的都不是我的专业演唱的内容，但每一句的歌词和旋律都深深的触动我的心。也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开口都是造就人祝福的话语跟歌声。我曾经为了所失去的感到不满抱怨，到现在
我所拥有，我为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来感恩，感谢每位在身边还爱着我、愿意关心我、照顾我的天使们。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学习感恩，好好享受生命。讲太多话真的会影响唱歌。我本来很爱讲话，但是上帝派我去唱歌，没有空讲太多的话，废话。如果想要说出造就别人的话，可以先来唱刚刚我们这一排的教会诗班哈，或者是刚刚这一排的敬拜赞美团，多多练习共鸣，才能更多的造就别人。或许你的朋友在重病，曾经婚姻陷入危机，家庭经济出问题，中年失业，在哀哭中自怜自爱，怨天尤人，沉溺在自己伤害的情绪里，看不见希望，充满恐惧，还有羞耻，心生苦毒、恼恨，开始怀疑神，离开教会，离开神。这时候，我们要站出来，求神扭转我们的困境，转化我们的情绪，从哀哭中跳脱出来，数算恩典，感谢赞美，抓住神，仰望耶稣，勇敢去支取那永远不变、永不枯竭的恩典。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如同大卫以坚定的语气说：“神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愿每位神的儿女都能经历神的恩典，享受主爱。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是上帝的仆人江义君，今天在神所爱的富强长老教会分享神如何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愿以全能永活的真神赐给我的声音来见证赞美我们的造物主，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耶和华。上帝祝福大家平安蒙福。